今日布丁帶大家嚟參觀一個位於東鐵站站頂嘅豪宅單位，四四方方非常闊落。呢個飯廳呢度可以擺張食飯台，而且業主已經將全個單位做咗一個翻新，仲會送埋一個入場櫃俾你。出門口前仲可以坐喺度換鞋添。好，過嚟我哋嘅客廳，客廳部分呢度可以放張梳化，前邊就放電視，坐喺呢度仲可以欣賞埋個馬場景。呢個單位嘅實用面積係764尺，3房1套連儲物間。比較特別嘅係佢嘅儲物間改咗做工人房，而且每一間房都已經做咗入場嘅衣櫃同埋床架，可以俾你即刻買即刻住。我哋而家就嚟即刻欣賞一下佢嘅主人房有幾靚啦！而眼見到窗台嘅位置係唔入則送埋俾你嘅。有買開樓嘅朋友都會知道，一個單位如果要做裝修、做保養，廚房同埋廁所一定係最貴嘅。不過呢個業主好有心啊，佢將個廁所亦都做咗全部嘅翻新。我哋一齊嚟睇一睇啊！大家睇完個翻新咗個廁所之後，布丁就帶大家嚟到女主人最中意嘅廚房啦。而呢度咧做咗除咗一個明火設計之外，仲有一個電磁爐。然之後空間感都係非常之闊落啊，非常之大啦，可以放到好多煮好嘅嘢食，或者未煮嘅食材都可以嘅。而側邊亦都可以放到一個幾高幾大嘅雪櫃。各位有興趣嚟參觀嘅朋友，記得快啲聯絡我哋啦！